海你嚟一次就會後悔，因為你唔想翻屋企啊！珠海好捨得為自己人使錢㗎。從1991年開始，珠海就係稀缺嘅海岸線上開始環海於民嘅填海項目，填出嚟嘅土地竟然冇攞嚟起商業區，而係打造咗一條世界最長28公里嘅海濱觀光情侶路，未來仲會延伸到55公里。2015年喺呢條情侶路上陸續填咗4個人工沙灘。唐家灣沙灘、美麗灣沙灘、海天公園沙灘、香爐灣沙灘，加上天然嘅沙灘海濱浴場，5個沙灘嘅總面積26.6萬平方米，相當於37個足球場。你嘅城市得唔得啊？唐家灣從古至今就係天然嘅海水養殖場，所以海貨特別多。退潮嘅時候，仲會外露一大片海床，無論幾歲都會滑得勁過癮啊！如果你想人少啲呢，就嚟美麗灣同海天公園呢兩個沙灘，好多婚紗拍攝都喺度攞景㗎，人少比較容易出片。離老鄉州市中心最近嘅就係香爐灣沙灘，沙灘嘅右手邊就係城市陽台同埋海濱公園，曬到興曬嘅時候可以入商場飲杯茶食個撻。海濱浴場係珠海睇日出最靚嘅沙灘，呢度嘅上邊有城市客廳、愛情郵局同埋愛情燈塔，落邊咧就有熱浪灣海上活動公園。喺熱浪灣公園可以玩到帆船、水上摩托、海上飛、香蕉船等等水上活動。靜雞同你講句啊，愛情燈塔最好嘅觀看位就喺愛情郵局嘅2樓，喺度拍視頻真係超有 feel。唔係泰國去唔起，係珠海更有性價比。重要嘅係以上沙灘唔使坐船、唔使上島、唔使門飛，全部喺市區，1蚊巴士直達，24小時免費。1蚊喺珠海唔單止可以搭巴士，仲可以租沙灘椅。喺海邊嘅便民服務點，1蚊可以租到沙灘椅，仲可以買到支水。沙灘玩具係免費提供嘅，再都唔使大包細包，稱住個細路嚟海邊玩啦。嘆完沙灘，還翻裝備，輕鬆翻屋企。嚟珠海想睇靚海水嘅，可以用潮汐 APP 查詢最佳嘅觀海時間。喂，珠海對你咁好，你仲想去邊啊？快啲嚟啊，等你啊！